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月1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2篇第5节到12节，耶利米书第19章第1节到15节，启示录18章11节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破碎。俗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意思是说，宁愿为了保全自己的节操而死，而不苟且求活。意思说，就是一个人有着某种坚强的信念，不计较牺牲，奋斗到底。圣经当中也有几次引用到瓷器、粘土，甚至土来讲到人。在信仰当中讲到人跟上帝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了是创世纪当中以泥土来捏人，这是上帝的创造，然后向着土吹了一口气，就称这个土为有灵的活人。以赛亚书64章第8节这样提到，上主啊，你是我的父亲，我们像泥土，你像陶匠，我们都是你亲手所造的。上帝又对先知耶利米这样说道，上主对我说，你到陶匠的家去，那里我有话交代你。于是我到陶匠家去，我看见他正在转动轮盘，制造陶器。每当手里所捏的粘土不完美，他就把那一块粘土做成别的器皿。后来上主又对我说，难道我不能按照陶匠处理粘土的方式来处理你们以色列人吗？你们在我的手中就像粘土在陶匠的手中。无论什么时候我宣布要铲除、破坏或摧毁一个国家，如果那个国家离弃罪恶，我就回心转意，不降灾难。无论什么时候我宣布要栽培、建立一个国家，如果那个国家不服从，专做坏事，我就改变心意，取消我原先的计划。所以你要这样告诉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民，我计划打击他们，准备处罚他们。你要劝他们停止作恶，改变他们所作所为。他们要回答，不，我们何必改过？我们要随心所欲，顺着自己顽固的本性作恶。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在耶利米书19章第1节到第15节，上帝对耶利米先知所提到的这个标题写破碎的陶器瓶子。上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像泥土，你像陶匠，我们都是你亲手造的。上主吩咐我去买一个陶器瓶子，又要我带民间长老和年长的祭司，走过隧陶门到新嫩之谷去。他要我在那里宣布他交代的信息。上帝要我这样说，犹大的君王和耶路撒冷人啊，你们要留心听，你们要听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的话。我要降大灾难在这个地方，便是听见这事的人都震耳欲聋。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的子民离弃了我，他们在这里向别的神明献祭，污染了这土地。他们拜的神明是他们和他们祖先所不认识的，
犹大的君王也不认识，他们把无辜者的血洒遍在这个地方，为巴力造祭坛，在上面焚烧自己的儿女做圣祭。我从没有命令他们这样做，我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事。所以有一天，这地方不再叫做陀斐特或是信任之谷，而要叫做屠杀谷。我要在这里挫败犹大和耶路撒冷人民一切的计划，我要使敌人战胜他们，杀死他们。我要把他们的尸体给飞鸟走兽做食物，我要使这城遭受到令人恐怖的毁灭。每一个过路人看见了都要惊骇唾弃。敌人要来包围这城，屠杀居民。城里的人因被围困而绝粮，不得不吃邻人的肉，甚至吃亲生儿女的肉。接着，上主吩咐我在同行的人面前打碎那瓶子，向他们宣布上主万军的统帅所说的话。他说：我要消灭这人民，粉碎这城，向人打碎了这个瓶子，不能再修补。人要把他们的尸体埋葬在陀斐特，因为别的地方没有空地可以埋葬他们。我要照样的对付这城和这里的居民，使这城变成陀斐特。耶路撒冷的房屋、犹大君王的宫殿，以及曾经在屋顶上向星宿烧香、向神明奠酒的房屋，都要像陀斐特一样成为不洁的地方。于是我离开了陀斐特，就是上主差我去宣布这信息的地方。我来到圣殿，站在院中，向群众宣布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所说的话。他说：我要照我所过的话降大灾难在这城和周围的村庄，因为你们顽固不听从我的话。耶利米书的经文基本上谈到的是上帝对人的不满意，要将人铲除、破坏、摧毁、打碎，乃至于不能再修补，因为人选择了离开上帝。启示录书所记载的18章11节到20节说的内容虽然不是瓷器，但都以人的生活从富裕一直到一无所有来形容人的生活败坏以及上帝的惩罚，与打破衰脆的瓦器有异曲同工的意义。经文这样说道：地上的商人也为他悲哀痛哭，因为再没有人来买他们的货物了，没有人买他们的金银宝石珍珠，也没有人来买他们的麻纱丝绸，高贵的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各种的香木，各样象牙制品，贵重的木器、铜器、铁器和大理石的作品，也没有人来买肉桂、香料、香水、乳香、酒、油和面粉、麦子、牛、羊、马车、奴隶、人口等。这些商人对他说：你所贪爱的各种美物都不见了，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那曾做这生意发了大财的商人，为了怕看见他所受的折磨，远远地站着，他们悲哀痛哭，说：惨啊惨啊！这大臣啊，他一向穿麻纱、高贵的大紫大红的衣服，带着金子、宝石、珍珠等饰物，
还不到1个钟头，这一切财富竟都丧失了。所有的船长、旅客、水手和所有靠海谋生的人远远地站着。他们看见了那焚烧着他的烟，就喊叫，哪一座城可跟这大城相比？他们拿灰尘撒在自己的头上，哀哭着说：惨啊，惨啊，这大城啊！凡有航行海上的人都靠他发财。还不到1个钟头，他所有一切竟都丧失了。天哪，要欢喜，因为他毁灭了。上帝的子民、使徒和先知们啊，要欢喜，因为上帝已经替你们伸冤了，惩罚了他。19节经文的记载是非常大、急又快的一个转折。约翰的启示录这样说道：他们拿灰尘撒在自己的头上，哀哭着说：惨啊，惨啊，这大城啊！凡有船航行海上的都要靠他发财。还不到1个钟头，他所有一切竟都丧失了。当人离弃了上帝，一切都要被改变了，并且自己要去面对自己选择的后果，除非愿意回转向上帝，像尼尼微城的人们一样。不但要回转，更需要诚心实意的转变才行哦。诗篇62篇第5节到12节，我安静等候上帝，他是我唯一的希望，只有他保护我、拯救我，他是我的堡垒，我不至于惨败，我的拯救和光荣都在上帝。他是我坚固的堡垒，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子民啊，你们要时常信靠上帝，你们要向他倾吐心意，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贫贱人不过像一口气息，富贵的人也都是虚幻，把他们放在天平上毫无重量，比一口气息还要轻。你们不要倚仗暴力，不要幻想靠抢劫发财，纵使财富增加，也不要倚靠他们。我一再听见上帝说过，权力都属于他，他有不变的爱。主啊，你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赏赐。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被上帝来改变，并且诚心实意地跟随上帝，回转向神。让我们不要惹上帝的怒气，使自己遭殃，成为破碎的瓷器，失去了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